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新增加8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也是对4月19到今上届侪记录。有民间团体批评讲，政府设网络系统，甲药厂斗招自愿接受武汉肺炎预防车人体试验的民众，考虑实在无够周全。负责开发出专门攻击飞龙机场的万点飞弹，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有要搁继续研究加拍2倍远的飞弹。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新增加5个对菲律宾、2个对印尼，甲1个对波兰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一天加8个病例，也是对4月19到今上届侪记录。总是目前国内计共有597宗病例。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国内新增8例境外移入的COVID-19 的病例啊，那分别是这个菲律宾、印尼及波兰入境。那这8例就是按591、592、595、596、597，那是2名男性的船员跟3名女性的移工。那另外按593是5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今年7月中旬到菲律宾探亲，那10月29日返台。那另外按594是2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是在今年8月中前往波兰就学。那11月5号起陆续出现嗅觉异常及喉咙痛的情形。那另外按598是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是在今年9月上旬到印尼工作，11月11日返台。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有597例确诊。那今天有8例，应该是自4月19号之后，就是在一天里面有最多的病例发生。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自愿要参加武汉肺炎预防车研究第2期临床试验的民众去网络登记的系统，结果也引起受试者保护协会这个团体连带法律专门科的学者出来批评讲，政府斗宣传会造成民众干那咧斟酌参加有偌济利益，煞无去注意到风险，考虑实在无够周全。对于民众来说，就是看到这个一半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在追这个日后参加临床试验可以得到多少费用，可是从头到尾并没有告知民众参与临床试验，而且是一个2期的临床试验应该有的风险。所以其实就受试者保护来说，它会让民众只看到什么，只看到它可能会有的金钱收益，而忘记风险。那这个是非常违反研究伦理的一件事。总是食品药物管理署这边也说明讲，政府单纯是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提供网络系统给民众登记，无牵涉到盗广告，尤其有登记嘛无的确着采纳。施教业者要申请第2期临床试验的时，那主管机关爱审查实验的对象，也着要另外经过病院内底人体试验委员会许可。过来讲，进前台湾东洋药品公司宣布有法度代理德国迄期武汉肺炎预防车进口，国税局刚有去要求要整予对方的定金，就要先扣税金。早起台湾东洋的林全董事长说明讲，这站是误会。不过伊也批评疫情指挥中心讲因交袂出德国迄边的授权书，那这款话对台湾东洋嘛是无公道。我个人绝对不会。台湾东洋代理德国新冠肺炎疫苗在这个月初3雄雄化结束，引起各界注意。即马传出东洋原本愿意付5000万美金的定金来代理疫苗，不过双方还未完成签约，财政部国税局就来找东洋，而且表示疫苗还未上市，这条定金应该属于研发费用，需要先扣20%的税。代理嘛，因为安尼无法度继续。本局针对这个案子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查核程序。这个案子据我们的了解，它目前呢还在一个研议的阶段哈，所以这个东洋公司并没有人来跟我们咨询过任何的问题。针对这件代志，东洋董事长林全伫咧12日记者会顶管表示，徛伫保守原则，有问过会计师的建议，会计师认为疫苗还搁伫咧临床试验嘛无药证，可能互咧做研究经费有扣2成税的问题，嘛不会讲这甲财政部一点关系都无。若是顶一日疫情指挥中心认为东洋代理疫苗无结果的关键伫咧无直接授权的正式文件，林全认为政府的讲法是咧食豆腐。卫福部长陈时中嘛针对这件代志做回应。
各种的采购的商业行为哈，当然也要看这个我们的需要哈，跟他们的贩售之间是不是能够合意嘛哈，那才有办法成。有条件的授权时间已经到了嘛，好，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延长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时间。那可能他们认为那个数量太少，延长大家就也不愿意再延长时间。但市长强调讲，针对国内疫苗厂商，政府会提供驻厂的服务，协助定序赶紧来进行，更较紧找到志愿者。毋过安全方面嘛袂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会议来到第4天，咱伫咧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圣敏森的代表发言表示，若唔接纳台湾参加开会，实在无理。另外，美国外交部门的头人国务卿麦蓬佩奥又讲，台湾唔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分党派，拢嘛是照这路行。WHO 复会进入第4天的议程，干扰的状况也是一直在出现。毋但 WHO 人面册捌说过离去，主动包括有台湾的留话。这几天啊，友邦若有挺台湾的言论，毋是画面去互关掉，就是去互主席插话。友邦盛文森伫会议第4天再起发言，呼吁互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时阵，主席佫一届甲拍断，提醒伊爱遵守议事的规则。毋过盛文森无咧甲休，也是继续替台湾讲话。有成员包括台湾没有能够参加世卫大会呢，这是不合理的。不能够呢，就是忽略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参会的重要性。主席打断盛文森特，我要请您看一下，那就是我们议事规则53条，发言当中仅局限在所讨论的议题当中。欢迎您继续说。那好，我接着说，台湾成功的应对COVID-19。一直到发言结束进前，盛文森捌讲到台湾差不多10届。WHO 进行4天，已经有美国、日本甲友邦等16个国家替台湾的议题发声。这届 WHO 排除台湾，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分明是靠政治塔起伫公共卫生顶悬。国务卿蓬佩奥嘛展现真强挺台湾的力頭，在接受专访的时阵讲到台湾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超越黨派的。It's always important to get the language right. Taiwan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 The central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is is a model for democracy, that the people who live on Taiwan ought to be honored by having the Chinese live up to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y have made.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oth parties can agree to, and I. 美國過去的一中政策，攏無明確表示台灣唔是中國的一部分。蓬佩奧的發言，甲過去35年真明顯無共款。這時陣講出來，嘛引起大家聯想。那總統府是回應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的國家，這是一個事實，嘛會持續盡國際義務，替台海甲區域的和平穩定甲發展，貢獻家己的力量。記者綜合報道。我来讲，昨日空军伫台東試射中山科學研究院所開發生產，專門針對飛行機場的跑道咧攻擊，龜速做伙發射的萬劍飛彈。總是軍事專家也分析講，這款飛彈敢若會當拍200公里遠，戰鬥機就愛駛去到台灣海峽中，才彈會到中國沿海的機場，風險是真懸。但中科院這邊可能也要繼續研究加拍2倍遠，也就是400公里遠的萬劍飛彈啦。總統蔡英文伫咧講嘅，指導平壤嘅天弓部隊中空機所建造嘅萬劍彈，由 IDF 戰機掛載第一遍點出，空軍第一聯隊10日也伫咧台東嘅志航基地完成試射嘅任務。萬劍彈搭配向第一巡弋飛彈，有效反制中國嘅東南沿海機場甲機密敏感嘅設施。因故射程200公里嘅萬劍彈，可驗到國軍嘅戰術運用。專家講，萬劍彈會當打擊解放軍厦門731團軍、福州嘅陸軍機關、空軍嘅福州基地。因故南方嘅戰機就係正話海峽中線，比拍落風險正懸。如果中科院真的可以把它延伸到400公里的話，海軍的，比如說溫州跟汕頭的水警區，另外包括火箭軍的817旅在福建永安，都會列入這個，都會變成萬劍彈的打擊範圍。為了要讓空軍打擊重侵延長2倍，同時增加戰機的存活率，中空機團講會研發精挺型的萬劍彈，射程超過400公里以上，生產數量甲一般型同款，初步按算是超過100粒。我們沒有評論啦，對，那是記者寫的。美國方面正式宣布講，要配合台灣4台 MQ-9B 的海上衛星無人機。
外界担心可能会影响各族的第二代天云无人机。严格这么传讲，天云已经进行天际一型飞弹的挂载测试，可见中国机甲天云是定位强势，兼顾着侦察加战略的无人机。另外，中共伫这份公布号称是解放军上勇的战机歼-20第一遍的空战成果，也挂载新型的导弹出现。影片内面挑工注重伫咧歼-20的造成下骹，专家讲这代表这台歼-20伫咧几多遍的演训，甲对手拍来5台，拍上3台。我们有注意到这则报道，掌握这些相关情资的部门呢，我们也正在做相关的这些研究。面对解放军不断的大外宣，对台的文攻武吓，国防部强调，拢有掌握相关的证书，也来伫未来的作战计划沙盘推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5月19，台铁中部山线的成功站发生铁机断过笑半长，搁放火车驶过去的案件。总体陆局提出建议，按局长以下拢总要处分8个员工。主动通报消息的基站人员功劳甲过失是互相相拄，无另外执法。交通部林佳龙部长也讲，原则就是要想对基站，要罚主管爱提升。台铁的工作同仁有这个主动通报，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予以嘉奖，所以就是来呢能够落实奖由下启，好，那惩治上先这样的一个执行的原则。林佳龙部长也强调，对这件案件发生，就可见讲台铁就要全面检讨铁基路的安全性。以后要求交通部3位处长组织轨道安全督导小组，就全国算起来1000多公里长的铁基路彻底检查，面对问题确实来排解。再来讲，早起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和另外一寡民间团体去到设伫咧高雄市的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门口抗议，要求政府重新和美国谈判猪肉进口的条件，通好顾全国民的健康。不过抗议的活动断落了后，有的团体已经走，有的却阁留伫现场，甚至也和警察人员下来杀去。来猪不要来！来猪不要来！来猪滚回去！来猪滚回去！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甲社会团体徛伫行政院南服中心门口大声抗议。虽然中央已经定案美猪伫明年1月进口，但消保会等团体也是抱着希望。13号透早来到南服中心交请愿书，希望政府重视人民的声音，重启谈判，确保民众健康。我们是坚决的反对这个来猪进来，利用这个美国选举的一个局势的一个转变的。我们为何不能够以国际贸易很对等的一个心态来要求重新谈判？南服中心单派一位代表出面，接过请愿书了，就随离开，无加做回应。南服中心表示会把诉求转达给中央。我们就会把他们的诉求转达给业务部，让他们来了解我们并不是一个决策单位嘛。但这办的电控嘛出现状况，部分社会团体伫活动结束了后，留伫现场继续抗议美猪，佮甲警方发生冲突。我为什么不能激动？你们警察在这边来乱啊！民进党在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冷静啊！知道什么？消保团体对其他团体甲警察冲突造成电控的主题，差一点仔互带偏去，感觉真遗憾。但嘛表示后续会一直追踪请愿的进度，呼吁政府莫把人民健康当作政治谈判的筹码。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讲，早起国民党伫立法院第9摆占发言台，唔放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上台报告，甚至因阁直讲昨行政院的丁一鸣发言人，讲人点头的牛肉有落着正肉精，尾下要买面会室的，又阁是开公款，实在着爱落台负责。总是苏院长也表示，丁一鸣已经有去人店内找唔到，代志也应该到这煞才是。国民党团第13第9遍党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搁再甲人行看板，抑个大只都、小只都拢搬去接顺台，重申蔡政府应该甲美国重新谈判，与美国插手。苏贞昌对那赢第9遍反对伊上台报告真无奈。这个已经抬着一只道具猪进出8次了，都猪8届了，不知道还要猪几届。
那是左党行政院长上台报告，对行政院发言人丁义明12指控牛肉面店业者用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互业者真受气。虽然伫迄天买案时阵已经亲身去店内道歉，也开39000块买100碗的牛肉面，验过外界游玩真受气。苏贞昌也赶紧替伊讲话。年轻人也像任何人一样，难免会犯错我们觉得已经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行政院要赶快处理，该止血的赶快止血，而不是洞越挖越大。验过丁义明也互立委表讲，100碗的牛肉面的订单是用行政院的统编，根本就是用公款买单。胡人爷质疑是耍用公款，要求苏贞昌道歉，丁义明下台。居然还是用行政院的公帑，用老百姓的纳税钱，这是不是涉嫌的贪污？他公然的制造假消息，不用移送法办吗？打翻所有的牛肉面店、牛肉制品，牺牲牛肉产业，然后就为了要进来租。姚林爷立委认为，行政院造成业者的伤害，不过丁义明已经道歉，所以争议应该就安尼停落来。但是行政院也提出订单澄清，讲丁义明已经把原本的订单取消，新单是路易的信用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东边非洲的伊索比亚一国近来发生北部有民间反乱的兵马和政府的军队起冲突，战争已经超过1礼拜，造成数百人不幸牺牲。当有几千的国民闭抢关会，讲是要支持军方，总是这边的内战致使上万人脱走去隔壁国逃难，变作有路无处，食大拢真艰难。伊索比亚北部的泰戈瑞省最近发生真严重的流血冲突，当地武装团体泰戈瑞人民解放阵线测试突袭政府军，想要来抢武器。捌得到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理阿麦德下令派部队来镇压。美联社报道，双方总共集合超25万兵力，双方战争嘛已经让至少100个人无命。阿麦德12日表示，国军已经成功解放部分地区。The National Defense Forces liberation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igray from TPLF's grip is a victory for the Ethiopian soldiers of the Northern Command that faced gruesome and fatal attacks. 国际地下组织引用目击者的讲法表示，初到伫泰戈瑞省的一座小镇，有真百个民众去支持泰戈瑞人民解放阵线的军队大规模屠杀，毋过解放阵线是好人。首都阿迪斯阿贝巴成千的民众拢出门来关会，替前往战争前线的国军来尽一份心力，而且嘛表达对政府的支持。The event and the attack done by TPLF on our armies is shameful for Ethiopia. Never happened in our history. Just we want to condemn this. 国际地下组织13指出，泰戈瑞冲突已经出现大量百姓去往屠杀的悲剧，而且嘛引起多难调。路透社报道，已经有超过1万的平民甲部分的兵仔走去隔壁国的苏丹来逃难。联合国人民署12日嘛警告，大量逃难人口可能会致使人道危机，假使燃料甲基本的民生用品嘛拢已经无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东地区的巴基斯坦一国第2大的城市，这当阵空气污染更严重，主要原因有工厂基台所造成。再来就是做事人寒天烧稻草的缘故。政府官员提醒讲，歹空气会造成鼻管甲目睭的病症。医师嘛建议民众上盖好是留踮厝内，若要出门，喙炎就要挂好掉。巴基斯坦的文化首都拉合尔，空气蒙蒙雾雾，真垃圾，已经让开始身体不爽快。जब हम सुबह बाहर निकलते हैं तो स्मोक की वजह से हमारी आंखों में जलन होने लग जाती है, सांस का प्रॉब्लम होता है। तो हुकूमत को चाहिए कि स्मोक के हवाले से कोई प्रॉपर सोल्यूशन निकाले। 有一寡所在正严重，空气品质指数降到750，是建议水准的12倍。瑞士的空气清净科技公司 IQAir 报告，拉合尔12日迄天的空气品质是全世界空污第2严重，这个那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官员警告讲，可能引起呼吸道疾病或者是目睭的疾病，医生也建议上好莫出门。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in Punjab are roughly the transport sector accounts for about 45% of air pollution, followed by th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t about 20% each. And then the remaining air pollution is through things such as crop burning or fugitive dust or construction dust or road dust, the dust that's emitted when cars move around. 拉赫尔不被叫做花园之城。今年3月，政府实施封锁，有几多个月无空气污染。不过5月解封了，工业甲商业活动各恢复，空气污染各开始。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真侪民众出门本来就挂水烟，怎么空气污染这么严重？政府讲挂水烟是1减2个。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先来讲今年金马奖有入围一支台湾的中华中山公司，和中国合作投资的动画漫画的电影《中山魂》。因为过去中华中山的董事长邦国华就捌讲，这支片是要拍改变世界的中国人，内容敢是伫咧统战，尤其用台湾公司报名金马奖，是毋是要暗砍中国资金有支持？社会各界已经真注目。我是孙文。 收电！中山魂入选今年的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用10年的时间制作，从2011年就开始筹备，替两岸投资出历史题材的动画片。官方网站显示出钱的人包括台湾的中华中山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甲中国的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甲中国电影集团等等。不过金马影展官方网站显示的输出地，敢若表示是台湾，无显示中资，却有外界质疑。金马奖有个执委会所以我们这完全尊重执委会专业上的一个评选跟专业上的运作，其实这是一个惯例啦。执委会因为执委会大部分也都是电影界的人嘛，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些考量。金马奖执委会嘛出来驳回讲，中山魂当初是台湾制片公司报名的，无以中国电影的名义来报名，所以毋是挑工要暗砍，而且无论是台湾、香港、中国、星马等等华语的电影，只要符合参加比赛的规则，拢会当报名金马奖。根据中山魂官方网站显示，动画片制作团队是台湾人，也伫咧领取奖补助的时阵是包括两岸三地。2011年，前马英九政府时代的建国100年文创贷款、工业局所谓创新补助，到中国南京文工新局、香港所谓平台、中国科技部火炬杯，拢有资金补助。不过嘛，伫咧2016年，去用排入去简称中宣部的重点推广影片的名单，也拿台湾的中华中山传媒公司的董事长彭国华，捌对媒体表示，中山魂是想要翕出一个改变世界中国人的故事。这个影片敢是有政治宣传的意味？在金马奖颁奖典礼进前，意外引起大家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顶日教育部召开会议，咧审查学生所读的课程项目，其中有4个国中组的委员因为反对本土语言，一礼拜上无就要假一节，煞来请示。今日早起，一群原住民的教师也带几百人去到教育部门前陈情，证人也表明讲，本土语言若唔教是会灭族，本来就是爱列做国民教育的必修课才对。100万族的族语甲做练功电竞活动就要开始。拄各地来的原住民族人为着要抢救族语怎来徛出来？有8号游子捌伫10外间小学来担任泰雅族族语的老师。伊讲小学一节课根本就无够，上高中了后嘛无要学，短暂是真严重。他没有办法连贯讲一句话，我们觉得这个小学这种是不够的，要延续到国中，他们能够可以能够基本的绘画。宜兰二华国小的地理老师阿胖讲，因部落的老大人会听会讲，毋过沟通的时阵也是关系咧讲日语，家己嘛当地学族语，支持国中高中日起固定必修，毋过重点是国中高中必修族语，无代表讲是增加科目，安尼嘛袂增加加一科的压力。你说排课上面其实也不会有那个问题，因为我们只要透过一个共备，一个族语融入教学，它其实是可以被解套的。针对联名的诉求，教育部表示，已经照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由国教院规划7年到9年，每礼拜一节的固定必修。虽然国中分组的4委员请示，毋过考审会中做了后，也是会继续来审议。那在10月底以及11月初，那也分别召开了2场次的咨询会。原住民联盟表示，网络人数嘛伫短短几工以来就达到1万人，因讲教育部一定要完成法定审查程序。互国中、高中的本土语必修，伫咧1811年开始实施。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内政部就去查桃园、新竹县市，还有台中、台南、甲高雄，拢总23株哪起哪卖犯处，主要就是针对买卖契约敢有照规定、代销人员甲广告敢有合法这寡问题。结果，敢若一位完全无违规，尤其这内底还有14组是见照未称着，就代先用优先买厝的红单出来咧销人客，这站也是违法。台湾因为防疫有成，互台湾的房市交易真好，尤其是有售厝的市场更加是真热烈。为了防止买卖有售厝的乱象，内政部针对6个方面，包括有售厝无取得见照个买卖、使用红单、广告不实、买卖契约敢受符合规定、代销人员的职业敢受合法，也佮有接待中心敢是有取得10项执照进行稽查。头一波针对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6个县市23个建案，竟然刚有1个建案有合格，无合格的22个内底有14个建案出现红单交易。最主要也是去了解现在各建案使用红单的情形。那对于使用红单的类型的部分，因为它的太阳会比较多，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规？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当中。对红单差错的部分，内政部已经发函县市政府，赶紧要求业者5天内底提出说明，若无会依法开罚。对有售厝的交易，真流行红单，帮助业者指出，一般的建案需要取得建照，才会当开始买卖，但有售厝是会以红单提早接受消费者来缩短买卖期，这段期间ក៏会出现利损。预售屋的买卖揭露，它其实是有延迟的状况，也就是说，它可能在整批交屋之后才会揭露它实际上的价格，所以它也会造成它整个市场上价格不透明的问题。所以它其实预售屋这个买卖呢，应该要重新的去做一些买卖的规范管理。如何让有售厝伫市场的价销透明？业者认为需要落实规范，卖当让有售厝的交易回到家己大的需求，唔是市场差错。对卖红单的行为的部分，内政部会启动相关的法规检讨，加强管理，来健全有售厝的市场，也佮维护交易秩序。记者郭赞东执行台北报道。原来讲今年台东县无风台来，雨水量减真济。地上关山者田园灌溉用水已经有欠，虽然万东稻仔当咧收，毋过搁2个月就需要搁再补田。有的农民也讲用要抽无水通好用咯。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当时表示，明年年初会先轮流灌溉，甚至也考虑要顶动到备用的地下水井。台东县无水库灌溉用水拢是抽避南溪的水，不过即马冬天枯水期，避南溪的水量变少。虽然现主时产无需要水源灌溉，不过农民讲今年日期调做就发现水量无啥够，连抽地下水拢感觉水量比往年较细，所以明年关山地上全国地区的灌溉用水可能会真严。那过去在抽水的话，大概是1天多、1天半左右就会满了，现在可能要到3天4天。我们台东没有水库啊，所以没有所谓调不调节的问题。溪里面没有水就是没有水啊。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观察到，今年关山地上地区的水准计划用水量平均1秒钟10立方米，不过实际只敢若1秒钟6立方米左右，少4成。明年1、2月用水量较大的补产期，可能会轮流灌溉，若果无够就抽地下水。如果真正还在持续缺水，那我们就是开发另外的开发水，开发地下水。林峰想讲，明年开水的水量无法度有够，不过会一直注意，若是水量阁减少，有可能会鼓励农民休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0月底，台北市日新国校发生厨房的人员无斟酌，营养午餐去染着食品打扫剂，学生囡仔食了煞歹腹肚的案件。总是学校已经有照规定通报卫生局和教育局，是讲有的家长煞表示，学校有因公过来要求老师爱惜气食，校方也说明，若这款讲法是误解。日新国小部分的学生10月29食营养午餐了后，出现走饱的状况。学校表示，迄当阵召开工作人员要甲看守的超市开开，也伫饭顶悬，煞无细致甲食品的打扫剂用破气落伫饭菜内底，煞无清理好清气，互学生食落腹肚底。有家长讲，学校有答应讲未来会互老师生气食菜，不过日新国小回应讲这是误解。说明会当天，我们是有跟家长在说明这些关于用餐的安全的部分的时候。
老师有做说明啊，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做过试菜的这种要求啦。台北市教育局证实，自新国小10月底出现食安的事件，学校迄天有照停书通报卫生局，也有教育局，目前已经进入调查的停书，市府后手会召开相关的会议，调查食安的事件的责任，对学生做损害赔偿。这个事件呢，目前正在要求厂商提供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出来呢，会尽快召开学校营养午餐供应委员会。教育局解说，目前台北市有提供老师营养午餐的指导费，老师要协助学生底饭硬菜、甲因用餐的礼仪，不过并无试菜的规定。根据目前的了解，学校无要求老师爱试菜，不过出现食安的问题，都要进行检讨。后续会请学校的营养午餐供应委员会提出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台中市大安区的妈祖文化园区，因为敢若有建设新上的基座尔，根本就也无妈祖像拆起哩。到今拢未开放观光，结果阁有市议员发觉讲，经费已经开6亿去，市府却着爱阁赔厂商将近2000万。啊，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也说明，契约确实着行无头，赔偿金也是已经有经过敲测过了。这个大型的基座虽然已经完工，不过顶头煞空空无半项。台中大湾的妈祖文化园区，目前已经开6亿，煞敢若有基座完工，而且还无法度对外来开放。即马阁传出履行合约的争议，台中市府都要阁加付2000万的赔偿金。那么这个调解就是说，在变更过程之中，总共有6项，要赔将近1900多万。机关指出，妈祖园区经过3任的市长，今年初市府送预算要复工，进度煞阁一概冻点。从2018年基座完工到今，一直囥伫遐咧用，强要加做网仔馆。12台中市议会伫咧审预算的时阵，所发现市府的管理局都阁编一条履行合约争议的赔偿金。厂商提出了6200多万的一个履约赔偿，最后这个达成的一个履约争议赔偿的金额是1900多万。台中市管理局指出，承包的厂商2018年完工了后，就提出履行合约争议的调解。市府调解要求讲，若无做的项目，就无要付钱。管理局买手甲厂商协调，同意付1958万。不过，公共建设到今也看无效果。不少民众认为讲，安尼是咧讨这百姓的钱，没有思考得很清楚，就断然的去兴建，或者说想要做一个政绩。平常生活的地方，可能公园都没有一直感觉到他们的改善，然后他们又白白花那些钱在我们感受不到的地方啊。民众表示，公共建设应该要让民众有法度去感受到。那台中市管理局表示，目前已经完工的基座，当伫咧办理外包的经营案，建议找到厂商了后，由厂商来评估，敢是要按时准来省部分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花莲县自从苏花公路山区改善道路，就是人咧讲的苏花改通车了后，车是加真多，尤其主要联络南北向的中央路不时都咧塌。即阵县府有考虑要淡车，落去设车洼倒边的避车道，不过路面看度敢有够，众人也伫咧议论。为着要解决花莲中央路塌车的问题，花莲县府按算要伫中央路设置倒弯专用车道，不过县府捌伫今年初，因为改中央路的号志引起民怨，即马阁提出倒弯专用道，民众的看法是真无共款。我反对，因为我们花莲开车的速度有的都特别慢，这样的话大家时间会拉得很长。OK 啊，这样比较安全啊。对。那会不会怕路幅不宽呢？会有些地方会啦。花莲县府表示，从苏花改通车了后，市区的车流量是大增加。平常时一天有15000台车的车流量，那若休困日捌达到35000台车的车流量。设置倒弯的专用道，会当避免要倒弯的车占用直行车道的问题。那若车路跨度的部分是修改其他的配比，譬如说可能要在路肩要牺牲一些，或者是分割岛要打除一些，或者是我们的车道线配合做一些调整。那牺牲分隔道甲人行道，敢会对行人甲驾驶有安全的疑虑？评估不要影响到行人的使用，但是如果行人的使用率极低的话，应该可以考虑透过工程的方式，可能是在人行道的缩减等等哦。县府强调讲，倒弯专用车道伫咧南滨路已经有部分的路段实施效果袂歹，也若中央路会伫咧中山、建国、和平、中原等等10个重要路口做一个动工，经费会向中央精尖发展计划争取拢总5000万。审查核定了后，按算明年的动工。记者综合报道。
换来讲，台湾电力公司屏东区营业处这站所招募的工程人员有超过3成是硕士毕业生，这中间佫一个新进的女性工程师刘怡慧小姐，甲查甫同事拼起来，每一项工课都无较输。虽然行这道的女性确实无济，不过刘小姐的表现，互长官是真正赞叹佫学乐。检查安全带，安全带好。大声喊口号检查安全设备，这是台电的训练人员爬电好跳。不过，这位卡手美丽的人员，若无讲你唔知，伊是新进的查某工程师刘怡慧，各项技术认可不多。因为这里面我们都是男女平等对待啊，就像我们在高训一样，男生做的事情我们一样要做到就对了，不会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的要求就比较低，都一样。我是蛮佩服他们的，对啊，因为就是工作都跟我们没有差别，对啊，都是需要在那个太阳底下，然后还要爬这些电线杆，然后又拉很重的装备，他们也都要参加1级的考试测验。台电表示，破电外线技术员无分查甫查某负责同款式，虽然做这道的女性较少，但是工课成绩、心思手路，甚至表现了比查甫好。女性从事这个配电外线她不但不会比男生差，而且还更胜于男性，她做起事来更细心所以我们很放心这样子现代社会继续进步，各项工课无分性别拢会当做，只要有心，男女拢会当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台南市的官田国校，带学生囡仔学种草莓，体会做事的辛苦，甲收成的满足，佮减少予大汉的甲细汉的学生。望讲，若农业知识，佮有连带课室的道理，拢得爱一言一言继续传落去。一粒一粒红拍拍的草莓，酸甜啊酸甜，是真侪囡仔真爱食的果子之一。台南市的官田国小，就予学生囡仔家己来种草莓，体会农民的用心甲辛苦。挖深一点，让草莓种下去之后再埋起来。它会有一根比较长，所以那一端要靠近土的边边，它才会往旁边长出来，生出来的草莓才不会占用到土，才不会长。官田国小这几年在推动实农教育，若是予囡仔参与种植甲采收官田真出名的林甲，后来也争取到温室，予囡仔种果仔泥甲草莓，增加无同款的做事经验。然后就从上面直接拿出来，只要吹动你就很好。那拿出来以后你。除了找农业专家来教学生种植，学校阁会予6年的学生来教幼儿园的囡仔安怎照顾作物。希望这学生若是干那学习尔，是真正吸收了后，嘛真做会当运用，教人一寡农业知识的人。6年级你要毕业喽，这是你种的哦。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要把种草莓的技术要交给我们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看着他们的草莓慢慢的长大。俗语讲，一粒米百粒汗，任何事物拢是济农民的心血结晶。真济学校即马拢在发展实农教育，希望予囡仔会当了解这个道理，珍惜食物，促进思考对环境的保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反对核能发电的团体开记者会，抗议核能第4厂重新运转的公投案，竟然通过中选会审查，明年8月就要登票。因也指出，这条公投案的理由书内容真侪拢无下事实。不过公投案的发起人黄士修是讲，这个反核的团体讲出来，拢是番句话在咧溜尔。中选委员会应该重办公投案听证会。手提票语表达不满，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等等的反核团体13召开记者会，抗议中期核四公投案通过成案，会伫明年8月份进行投票。伊认为讲公投案的理由书真侪所在甲事实无符合，而且指出照最高行政院的判决，还有监察院的调查意见，应该甲利害关系人找来，重新举办公投案的听证会。这个公投案没有经过听证会，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理由，他的理由是不实的，而且中选会根据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是可以依法是可以要求公投的理由书
是正确无误的。翻译团体针对公投案理由书的内容提出质疑，其中包括核数通过系统运转测试，核数会使讲是速度快速而且清气嘛安全的选项，还有全国民意支持协令等等。批评公投案的理由书是含挂挂，若是中选会搁记载重新启动核数的公投通过。无论是对你个人的政治的立场，还是对于这个核四的这些系统的这个问题，全部都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你欢迎来搞，不断的炒冷饭，不断的制造假新闻，甚至不断的还要再浪费司法的资源。黄楚修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中选会一定要召开听证会，而且强调核数伫咧工程上已经做过检测，就算讲原联会无做上尾测试，也是会当照常来进行。批评翻译团体为着个人的政治利益，无采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学者头一摆以风的阻力，就是风的方向甲大势这项原因来研究点大海漂流的粪扫会流对倒位去。结果发觉，这个粪扫会对亚热带转移对海洋生物可能愈侪热带，对环境生态和人类的危害也是愈来愈重。人类带的粪扫走入海洋，过去研究发现，有的粪扫伫海中形成塑胶浓汤，危害海洋生物。中研院甲台大研究团队第一届甲风阻的因素纳入，模拟全球各地淡入小象的粪扫，除了洋流有影响，佮加上风力的话，会发现粪扫为原生的副热带海域徙往热带甲极区的海域，这海域海洋生物较侪。然后粪扫污染更加会透过食物链转来人类身上。海洋生物多，大大小小的多，那最后回到我们身上的机会就会大。风一考虑进来之后，它真的危害比较大了，所以大家要更重视这个问题。过去研究显示，海漂粪扫会对着洋流集中伫太平洋的东岸，若加入风力因素了后，模拟结果嘛发现，粪扫会转往累积伫太平洋的西岸，对台湾的冲击更较明显，其中渔业作业区会直接受到影响。首先，第一个，你在捕捞的时候可能会捞到海洋垃圾，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数据反而是对渔船的伤害，垃圾其实会卡到相关的渔船的一些结构啊等等。柯佳莹教授嘛强调，海洋生物若食入这粪扫嘛变了无健康，对人类绝对是负面的影响。这研究由中研院甲科技部经费支持，通信作者中研院研究员陈明修指出，海漂粪扫是全球应该共同来面对的问题。粪扫为源头来减量，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再来讲，台湾人日常生活所用的木材，目前多数拢是对国外进口。但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也表示讲，其实树仔爱种嘛，就要加减草来收替换。民众若尽量选买采用国产的木材，嘛是伫咧保护台湾树林的生态。最为师，这一丛搁一丛的插树，拢是珍贵的木材来源。台湾有超过60%的地皮拢是森林，使用在地国产茶设计制作的家具用品，若适用在地天时，其实嘛是对台湾森林生态保护的支持。对于林木的这一块产业，它必须要有其开发，但是大家对于林木这个印象，大家还是停留在30年前，也就是伐木就是在破坏生态的概念。其实时空背景的一个转换之下，这个观念我们需要去改变。在台湾，运用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木材，那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周遭，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体会到我们国产木材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元的生态功能之外，还有多元利用的一个这个方式。林务局提醒民众，国产木材辨识标章，就是台湾木材身份证。国产木材减少化学药剂，丰富加工，使用起来通好更加安心。对于我们国产的所谓的森林经营产业上面的一个链接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在市场上面，如果要去购买相关的这个木材的林产品的话，要认明台湾木材标章。台湾也有能力自产自销我们自己的木材，所以森林被利用这件事情可以更健康，而且可以成为绿色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林务局即阵当喺新德市将军村举办国产木材展览，除了家具甲日用品，现场还有即座小型的烘拿，民众会当拿机啊来体验检查到底有偌辛苦。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
原来讲高雄市国中、国中一个教地球科学的吴志宏老师，对这学期开始完全拢用台湾话来教课。虽然地球科学这门专有名词真济，考试阁会考，不过吴老师嘛讲，经过调查，家长和学生的意见拢无人反对，伊也决定虽然真艰难，嘛就要开始做落去。7000万年前，菲律宾海迄个板地开始接触到后仔板地。国中、国中3年10班的学生，对这学期开始，拢是听台语上地球科学课，这是因老师吴志宏的实验。我一节课会切2段，头一段我差不多用9成的台语来讲，后半段吼我用华语来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做老师30人，吴老师讲，伊自细汉厝内就讲台语，毋过用台语上课，伊嘛是第一摆。地球科学是有足侪专用名词，伊查资料备课的时间爱比以前加10倍。毋过上大的难关其实是惊家长、学生会反对。有甲吼导师甲吼任教的吼班级的家长甲学生，拢有。甲因安尼亲自说明，啊，佮有写问卷，甲同意书，很难得是家长没有一个反对。洪吴老师更加感动的是，学生拢嘛真主动，台语听甲无的学生会坐起听有的同学边啊，同学拢会斗3工解说翻译。是会有一些地方听不懂，我其实不是完全听不懂，还是可以听懂一些。然后听不懂的地方，我就拿课本出来看一下。本身出来就讲台语啊，所以上课讲台语，所以嘛，伊拢赞成。还蛮新奇的吧，因为这就是上国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学到台语。吴志宏老师因为爱耍乐器，嘛捌伫音乐课用台语教乐琴，互其他老师观课学习。今年伊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佮专工找一班无用台语上课，试验看卖2种教学方式。加在第一摆月考了后，学生的成绩无受到影响。我要说服社会啊家长吼，就是讲恁的囡仔。不但袂因为安尼吼地球科学学无好，而且恁阁会当加学一种语言，啊，这种语言以后对于出社会，对伊做有帮助。吴志宏讲，伊毋是要爱学生去记课本台语的名词，安怎讲？是希望因惯势听台语，听久就会晓讲，嘛希望互其他的老师参考，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老师用台语上课。记者陈家军、刘伟哲高雄报道。来讲世界的新世代，因为武汉肺炎造成国际真侪航空公司大量裁员，有不少飞行机的驾驶人员当当就要食家己。马来西亚遮就有一个技师改道换开饭单，不过虽然是卖面，伊也是逐工都穿技师的制服，表现出另外一款专业的精神。伫面到后前，穿白衫子甲乌领带伫无爱这大波人伫咧撒面，经过人拢会加看几百。Dan saya diberhentikan kerja pada 30 April 10 2020. Dan pengalaman saya selama 20 tahun sebagai juruterbang. 赵华为本来是伫咧马印航空做技师甲飞行教官，无想到讲拄到这波疫情，公司裁员2000多人，伊是其中之一。本来互大家正新鲜的收入怎么无啊？不过也有一个伙仔爱吃，因看就建议讲归起来卖食的。Captain Corner baru saja beroperasi, iaitu dari tanggal 23 bulan 10 2020. Dan gerai ini adalah inspirasi daripada isteri saya, iaitu Latun Nuralini binti Mio Aminuddin. Dan kami tergerak untuk buka gerai ini setelah mendapat berita yang kami akan diberhentikan. 讲就随做，伫吉隆坡高高因摕一个单卖垃圾，正怀念技术工作的赵华为，若是店名有机长能力，逐工拢穿几套的技术的制服来工作。出来人甲伊穿制服卖面的相片，放喺网络顶，意外引起讨论。Then we saw on social media. So after we go back from office, then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and try Captain
laksa and their curry, and it's so nice. Yeah, you guys should come and try. 赵华为过去做技师1个月薪水差不多5万令吉，换算台票34万。这么换做白搭袂食，虽然比以前加较辛苦，不过因为新闻热度的关系，每工也当赚1500令吉，差不多1万台币。比其他事业的同事来讲，算是袂歹。不过伊希望面搭的生理稳定，疫情也过去了，会当个登去做技师，继续伊的航空梦。记者综合报道。飞行人员毋但遭遇武汉肺炎的挑战，但另外阁有无人飞机来咧烧抢工课。英国的卫生机关就已经开始运用无人飞机运送患者采验的样本，较免等着塞车、时间长途，甚至也计划讲后摆要用来运送救命的人体器官咧。无人机自伦敦东区的这间病注定起飞，准备要把病毒检体样本送去实验室。英国因为疫情，并规定所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就要先摕到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而这么体检的时间虽然大幅度缩短，不过敢若是用车将检体送到伦敦郊区的实验室。若果拄到塞车，可能要开3点钟。为了不让病人的手术被牵掉，本身也是医生的克里斯多夫就利用无人机运送的构想，伊得到卫生当局等单位的支持，甲一寡同事最近创立医疗无人机公司。And what it can do is it can fly around 60 miles one trip. It can carry about 60 patient swabs to 80 patient swabs at any time, and it's been designed to fly in all weather conditions. 克里斯多夫讲，无人机的操作真简单，伫咧飞时阵，只要一个人对电脑监控就会使。即马飞一抓时间是20分钟，伫时间的调配甲掌握，更加确实有效率。合作的实验室也真肯定。It'll get stuff here much faster, and that allows us to process quicker, which improves the turnaround times for the patients, and that improves the outcomes. 以后除了送检体样本，医疗无人机也当送肺浆或者是要移植的器官。In the fu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is actually delivering blood packs to patients on the front line when they're bleeding out. So for emergency services and for helicopter emergency services, when they need more blood on scene, they can deliver it through our drones. 这间新创公司希望在年底进前摕到航权，正式开始营运。可能无偌久，在伦敦天顶就能看到这种医疗无人机伫咧飞。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透东北风，阁有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今日天气真无稳定。中央气象局已经针对基隆、台北、新北阁有宜兰发布大雨特报，针对14县市发布会透大阵风的强风特报。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温度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1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2度到25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6度，金门马祖平湖19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